競爭激烈啊，旗鼓相當。冷靜啲，冷靜啲。好，第44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主角由你講廣東話。廖子妤，恭喜晒！廖子妤首次入圍最佳女主角就成功奪獎。我唔知，我有準備嘅，我諗下先。我呢段時間我個人好亂啦，我一路喺度消化緊呢件事，因為好多人就話我係大熱啊，或者係好睇好我啊，終於我有得提名，我係好驚。因為我係好怕俾好多眼睛注意，但係奈何我好中意做戲，我好中意做嘅嘢同我最驚嘅嘢，佢係一個好相衝嘅嘢，但係我就係一個好想試下，因為我覺得人一世物一世，我好多謝香港電影金像獎頒呢個獎俾我，多謝投我嘅每一位選民，多謝你哋投票俾我。我要多謝英皇電影，多謝楊博士，多謝文創產業處，香港電影發展基金，仲有我要多謝導演，小天，我突然間唔記得你個名，對唔住，譚慧清，我知道我攞獎你一定會開心過我，多謝劇姐，多謝關錦鵬先生，多謝張叔平先生，多謝波仔，多謝所有支持我嘅人，我要多謝我屋企人，我要多謝我爸爸媽媽，佢哋喺電視機面前一定係睇緊我呢個獎係我要好感激佢哋，我要獻俾我嘅爸爸媽媽，因為我好多謝佢哋相信我，從來冇懷疑過我嘅決定，即使懷疑都唔敢話俾我知，因為我要做嘅嘢我就會做。我要多謝我公司天下一將士，多謝我所有經理人，多謝晒大家。我一定有所甩漏㗎啦，但係我之後再補啦。我今年係我想講，我要多謝我男朋友小野，多謝你日日都陪我傾偈，多謝你俾我無限量嘅支持。我22歲嚟香港第33屆金像獎提名最佳新演員，今屆係第44屆。我希望我55屆、66屆、77屆、88屆依然可以參與金像獎。多謝。